近日总统赖清德闪示暗会演讲，针对这祖国的定义是引起中国丢卡顿地。中国国台办就批评讲，赖总统是在侮人新的两国论。也若是美国的亚太左倾康达是强调讲，美国的一中政策无改变。不过因为美国是从来无明确表达过，若是台海起战争，因会安怎做。所以讲，咱咧个防暴地壳发表的民调当中，显示大多数的台湾民众认为讲，美国是未直接帮助台湾。总统赖清德进前提出祖国论，引起国际关注。中国国台办万3天才回应，批评相关的论述是咧推销新两国论，并且派出12架载中国军机、8架载中国军舰、甲1架载公务船扰乱台湾。我们生在这个土地，大家都是中华民国人。我想，中华民国是我们的祖国，是毋庸置疑的。陆委会会议中访讲，两岸互相无隶属是客观事实甲台海现状。美国国务卿亚太左倾康达是重新强调，美国的一中政策无变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根本的利益。原来咱国防部智库国防院头一届公开发表的民调当中，迄是超过70%的台湾民众相信，若中国武力犯台，美国会用各种方式援助台湾。不过认为美军会派兵协防的民众是52%，认为美军会用海军突破中国对台湾封锁的敢若39%。台湾多数的民众呢，他认为也相信美国会用间接的方法，但是呢，对于美国直接介入台海的一个军事冲突呢，在这个民意调查上面显示的结果是看起来是有一点保留的。当美国是采取战略谋服的一个立场，我们民众对这个的确是会有些肯定。2027，他为了要顺利的第4次执政，所以他可能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。国防院执行长李文忠指出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想要一世人执政，各界分析2027年可能会侵略台湾。不过，对解放军敢有可能在5年内侵略台湾，6成1的民众感觉无可能，2成4感觉可能。另外，有67.8%的人表态愿意保卫台湾。不过，个人对国军防卫能力的部分较无信心。非常有信心的大概20%，然后有点信心的大概是27%。那另外一半大概就是说有1/4是不太有信心，然后有大概是23%是非常没有信心。针对民调的结果，国防院指出，台湾民众有一定程度的自我防卫决心甲控制人的意志。不过也建议政府继续推动国防改革，强化国军能力，并且在无牵连到机密甲敏感的状况之下，国民众会当了解有名到3家的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